着手机仔着欢喜甲，点点滴滴看，袂甲大人吵。安尼刚好，安尼刚好，安尼刚好哈。人的手机仔要耍手机仔，人的手机仔要买手机仔，人的手机仔要看手机仔，人的手机仔你讲好无啦？无用的大人爱耍手机仔，你摕着手机仔就买袂煞，点点滴滴看，拢无白插歌。安尼刚好，安尼刚好，安尼刚好哈！咱莫耍手机仔，莫耍手机仔，莫看手机仔，来互参考啦。咱莫耍手机仔，莫看手机仔，莫看手机仔，通来一摆呀。咱莫耍手机仔，手机闪闪看看，莫看手机仔，做伙跳舞跳舞。咱莫耍手机仔，到底留下。莫看手机仔，就爱用困啦。Hello，今仔仔咱做伙来唱歌跳舞好无？斗阵佚佗是开心朋友哦。啊，唱得真好呢！安尼，咱要甲速度变搁较紧啊哦。准备好啦！要开始啊哦！
好，现场的大家吼，咱搁2分钟就要来开始哦，吼，还搁2分钟吼。大河岸来出发，令他们更加强。来脚步，来脚步，来脚相步。绿色，花地蓝蓝步。好，大家搞赞！哇，真欢喜吼！欢迎大家来，嘛真感谢大家来参与啦吼！咱即马咧第1届全国台语政策民间会议正式开始。好，咱要来第1个会议咧吼，就是希望讲啊，咱大家咧为今年开始，就是为现主时开始吼，咱啊斗阵来激重视。吼，甲咱要爱的即个台语政策，吼，一条一条甲列出来，吼，咱去甲政府讲，吼，咱去甲所有的规个社会大家来沟通，吼，希望互咱的即个台语的福进的环境会愈来愈好，台语福进大成功，安尼好不好？好，安尼一开始吼，咱先留咧一开始的咱有一个节目吼，要互大家欣赏一下吼，咱即摆来欢迎咱的台语路亲子乐团。大家好，我是台语乐。好，我嘛来甲大家好吼，大家好，我是台语路协会的理事长刘贤。这边的囡仔拢是阮的台语路协团的囡仔，即摆因来跳亲子乐团的歌。我先简单请恁自我介绍一下看你叫啥物名，几岁，好无？来，请讲。我是阿婷，我6岁，我大班。我是阿九，我7岁，我1年啊。我是大我3年啊。我是阿晓，我4年啊。我是阿勇，我2年啊。请问恁要表演的第1条舞是啥物舞？好，咱就看因来跳舞。来跳舞，来跳舞，来跳山舞。大头啊，来出发，令他们更开心。来跳舞，来跳舞，来跳山舞。面拢洗，舞舞滴，欢喜乱乱舞。来话一个啊，手牵手做爱洋洋，红灯花，一下 QQ， 唱到嘞。啦啦啦啦啦啦，嘟嘟嘟嘟，啦啦啦啦啦啦，欢喜乱乱舞，欢喜乱乱舞，欢喜乱乱舞。耶！恁讲恁是台语路共学团的，毋过恁即摆拢读册啊，对无？有大班的啦，到3年4年，恁敢有读同一间学校？无，有共一间的，有啦，恁2个兄妹啊，所以因共一间啦吼。请问，恁伫学校敢会参同语用、同学用台语开讲？没，因为拢袂晓讲。哦，伊拢袂晓讲。即边呢，你敢会参同学用台语开讲？
岁去参加融合团诶？两岁，几岁？控岁。是，我会使做证，因为恁阿母巴肚诶时阵，就甲我做伙融合诶哦。好，安尼恁即摆拢去学校啊，敢阁有机会参台语融合团诶朋友做伙耍咧？有诶哦，会使？啊？哦，一个月一届哦，一个月一届创啥？一个月一届去爬山。哦，拢做伙去爬山是无？拜一下晡咧创啥？台语 DIY， 够数学课。哦，用台语上数学课是无？哦，好，所以咧，就是讲，其实就是阮这个囡仔去学校了后，因为咱的学校无法度用台语互因学，用台语来学这个应该学的物件啦，就变成讲，咱即摆是用因的课外的时间，另外去安排，互这个囡仔有机会斗阵耍，搁斗阵用台语来上课吼。啊，希望咧，咱这个未来吼，在台湾的这个台语，咱会有愈来愈有出路，愈来愈会当提供阮应该爱有的这个权利啦吼。好，安尼刷落来，恁阁有第二条舞要表演是无？第二条是啥物？回灵机，回灵机这条歌嘛是阮亲子乐团的作品哦，伊的歌词我足介意的，来，安尼就，好，安尼咱就来跳互大家看啦。好，感谢，我是调好。我是要世界生一个，我是要世界生一个。好，安尼即摆开始吼，咱就要来介绍咱即回即个民间会议的主办单位。吼，咱即回的主办单位有5个吼，我安尼规个讲一个啦。吼，有李港桥台语文教基金会，好，再来就是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好，再来是台湾台语路协会。台湾公民参与协会，好，还有一个吼，台北市台湾话协会，好，感谢这5个主办单位啦吼，阮这回咧2个月的时间甲伊办起来吼，其实是真无简单啦吼，啊，过来就是有侪咱的这个协办单位吼，来换足侪哦，台语保育联名，乐创亲子综合空间啊，互伊一个欢呼好无好？台北市台语文化班协会，台湾团结联名，地方地文教基金会，台湾万野心中生态协会，台湾陪审团协会，台湾基进塔里塔文化创业社，吼，台语文社，台湾团结联名，是支持本土语推广协会，今仔带我行台语路，谈国家好好水，台东啊台语社，地创地进好文有限公司，哇，食老咧，非常的好，好，再来吼，咱来介绍今仔日的这个贵宾吼，有
就等下哦。贵宾吼，咱无咱就为这个先为咱的文化部的处长李静辉处长，好，搁有咱的教育部中心教育司司长梁学静司长，好，过来哈。好，咱的这个民进党政策会副研究。这叶家军敢有来到现场？好，搁有咱的基进的秘书长吼吴兴台敢来？好，未到吼。未来哦，搁来立法委员陈佩如。好，搁有咱的这个吴光成老师。好，向勇老师。好，搁有咱的柯慧茹老师，好，搁有足多啦，足多我就无一一来甲大家来这个名讲出来吼。咱紧来请咱的这个这个贵宾来甲咱，先请咱的主办单位代表来致辞吼。咱邀请咱这个的主办单位派一个代表徛来徛出来。搁有咱的安徽老师来，陈芳辉老师，搁有咱的曾老师，搁有咱的。护理师长搁有咱的家己就紧徛出来，来，麦克风来。好，来，大家徛在阿辉的边感谢大家阿辉来甲咱讲几句话咧。各位热爱台语，对台语传承危机真着急郑有志，大家好早，台语出头天，咱这是咱应该爱来培养的一个新的招呼方式啦吼，就是希望台语早一天出头天啦吼。拄则咱伫咧这个台仔顶看到咱的这个台语乐乐团吼，就是咱台湾台语乐协会附随组织啦吼，这个囡仔的这个足活泼足好的这个台语的这个表演吼，其实逐摆若看到我就是又搁欢喜又搁流目屎吼，因为毋知影这个状况有法度搁较生看搁较混看无，这就是咱今仔日规个这个主办单位发起。希望来推动的，其实这嘛是早期足侪幼稚拢有伫各地咧推动啦。毋过咱希望过来会当用一个就是台语政策推动联名这个方式来甲咱一项一项感觉不足、感觉需要提升改善的部分，一项搁再来民间甲官方做伙来拍拼安尼所以今日阮伫遮举办这个第一届的这个台语政策。民间的这个会议，嘛邀请咱官方的代表来参与，民意代表来参与，就是希望讲这个代志其实应该是一个台湾国家正常化一个国安的问题啦，其实是遮尔大的一个工程嘛希望透过各位友志来参与、来讨论、来交流，咱会当豆豆克服真侪困难、真侪阻碍，因为即马咱有这个困境。其实是过去错误的北京语国语政策所造成的，这是一个事实。咱袂当去多想，嘛袂当讲因为过去就准煞，咱袂使。咱应该来推动语言文化历史的转型正义，这是政治事件以外，更较需要、更较紧来推动。所以我今日伫遮代表主办单位讲几句话。希望后壁咱的议程拢会当顺利。下晡的分组论坛，大家主题拢足要紧的，拢足重要的。希望会当这个有无共款的友志来做伙来参与甚至未来若是会当，若是有迄个困难啦咱嘛是希望会当伫无共所在来举办啦都是咱这是第一步其即马即届算第一届咱这个台语政策推动联名成立。希望愈来愈侪协办单位会当来加入，不管是啥物款的工作室也好，这个表演团体也好种种的
拢会当做伙来加入咱即个台语福进的大工程。咱就甲咱即个考核简单来化解吼。就是咱记者会迄个，就是即个台湾国家正常化，对，台湾国家正常化，台语福进袂当拖，咱来做伙。好，安尼大家要起来运动一下，手举起来，手举起来，吼，手举起来，还是讲起来，吼，表达咱的决心，安尼吼，好来，吼，咱做伙啦，吼。我讲台湾国家正常化，大家就讲，好，大家。起来，大家起来一下吼！我讲台湾国家正常化，大家就讲台语福进袂当拖，我台语拢好，我三遍，我是台语派，伊是台语派，对，我三遍，台语，我三遍，较大声咧哦吼！我讲哦吼，台湾国家正常化，台语福进袂当拖，台湾国家正常化，台语福进袂当拖。真欢喜吼！安尼即摆吼，咱会开始，咱有一段影片吼，是为即个总统府来的吼，咱邀请到总统府的即个副秘书长吼胡志伟吼，伊有录一段影片，互咱看，有淡薄仔轻松吼，咱来看一下。伊阁有去摄导哦，摄导，伊足重视这，伊甲我讲的吼。无声。我甲我做伙大汉，看我大汉的朋友。好，对头开始。大家好，我是志伟何志伟。一寡甲我做伙大汉，看我大汉的朋友，可能拢知影，过去的何志伟是袂晓讲台语的，迄台语讲甲吼可怜都是你搭甲讲。但是我开始参选以后，大概摕到麦克伫台顶讲话。我爱讲台语，嘛，足侪人鼓励我爱讲台语哦。因为安怎咧？你讲着台语就较亲切啊，较本土啊，较有感情。迄当时我搁记咧，即个报道新声吼，即个哪里哦，伊有出一个 CD 光碟内面吼，是教迄小朋友囡仔人安怎来唱台语歌，安怎来讲台语。我就逐工听，开车。这身躯拢咧听，搁听，我缀咧唱，嘛是逐工拢有咧讲台语，所以即马淡薄仔较会咧转比之前好较侪啊。我要讲诶就是讲，台语是咱诶文化，台语是咱自古早以来咱台湾人诶语言，咱阿公阿嬷、咱诶太祖因咧讲诶话，这是台湾上水诶声音。这嘛是一个文化，所以今日伫遮，我嘛代表咱的总统府，甲大家讲感谢，因为有恁，咱的台语才有人重视。拄仔讲着，足侪少年家袂记咧安怎讲，所以伫台湾嘛有足侪10几岁啊尔诶，迄少年人嘛开始咧鼓励大家来讲台语，来学台语，互咱台湾的文化。莫互伊放弃，所以真感谢恁，咱做伙拍拼。伫遮我嘛代表咱副总统，邀请咱现场的朋友哦，咱做伙来总统府行行的，咱做伙替咱台湾上水上美丽的声音，咱的台语来好好拍拼来保存。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新年恭喜，恭喜平安，恭喜哦吼！台湾雄勇，天台湾。好，感谢咱的胡志伟吼，副秘书长啦吼，伊的即个台语的论述的方面有较欠淡薄吼，但是这就是即摆台湾社会普遍拢是即款的看法啦吼，所以这咱即个会议才遮尔啊重要，因为咱毋是干那有感情尔，咱也有正切。好，咱有正切，咱的台语福祉才会成功啦吼。好，咱过来咧，咱来邀请咱的立法委员陈培如来甲咱讲几句啊话。来，培如请起台。徛伫遮就好势，好来。各位朋友，大家早，大家好。
今日若看到我骹行起来一摆一摆，请原谅吼，空嘴也袂好，但是足欢喜一个礼拜透早看到大家吼，我感觉来遮足有力量的，足温暖的，感谢大家。大家感觉我的台语讲了好无？真好，感谢各位老师，感谢感谢。其实吼，我就是拄仔像某某讲的吼，其实我自细汉伫厝的环境拢是讲台语，阮的阿公阿嬷甲阮的爸爸拢是甲我讲台语。但是去到学校吼，甲我共款60几年厝出世的人举手，我是民国66年，1977年，哦，那遮少安尼啊，足孤单无啦，我足少年的嘛，感谢感谢。我去到学校的时阵吼，大家会记一个代志无吼？你若有经过人甲我举手一下，去到学校，咱老师不爱互你讲台语，拢爱叫你爱讲华语。啊，你若讲台语，就甲你处罚，还是甲你罚钱？有即款经验的人举手，哇！大家看觅，你看你身躯边的朋友，大家拢经过这样的安尼款的时间好来手放的。所以大家你知无？我即摆喙齿足好诶吼，我定讲即个故事，我喙齿足好诶，因为我较早吼，阮兜足瘦诶，我无法度罚钱，无法度罚钱，老师就讲，安尼你去外口洗喙，洗喙哦吼，所以我一工到尾吼，去到学校若开始讲台语，我就洗喙吼。洗到我即摆喙齿足好诶，但是大家毋好想讲我安尼就有感谢我诶老师呢，无呢。我较大汉了，我较知影讲哦，原来袂使讲台语，即款诶代志是一种压迫，是一种国民党做诶歹代志。我是甲啥物去，其实较知，我是甲读大学了，我较知。有一个校长甲阮讲即款代志，我讲哪想哪奇怪讲，但是我身边的人不是都讲着一口流利的华语吗？是吧？而且我的华语也讲得挺好，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讲这么好？有一个悲伤的故事30秒讲完。因为我在上大学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华语真的没有讲这么好。可是我念的科系里面，每个人华语都讲得超级无敌标准，而且那个音调非常的好听。我开始有点不喜欢自己的华语发音。我就跑去问我的学长姐，他们就说你可以拿那个报纸来念然后录音机，然后矫正自己的发音，你就可以说的跟我们一样好了矫正有没有？说得很好。各位，我真正开始安尼做呢，等我开始安尼做了，我的台语就愈来愈无去。到我大学3年4年的时阵，我搁拄着另外学长，甲我讲你安尼毋对，你是台湾人，你著要好好讲台湾话迄当中我才慢慢甲台语捡转来到即摆我感觉我讲了阁袂歹啦未来我伫咧立法院阁有3年啦阁有3年，我若无互拍甲受伤，无法度去上班，我拢会使好去上班。我会继续甲咱的文化部甲咱的国发会，甲咱的行政院好讨论，要安怎互他拄仔咱画迄个口号，迄个 slogan 会使真正做会出来。因为我知影即摆大家拢认为讲，伫咧咱行政院内底无一个专门咧负责台语的单位，对无？咱有客委会，有原住民委员会，但是咱无台语发展委员会。是的。咱来拍拼好无？好！大家甲我斗支持，甲我斗相共好无？好！感谢咱的陪奴，哇！咱知影陪奴的即几工伫立法院受伤，你用拍倒伫咧涂骹所以咱咧送伊即个花，感谢伊咱的即几落咧最近咧推啥物台语的代志，是拢是陪奴咧甲阮斗相共感谢咱的陪奴，我一摆互陪奴即个热烈的掌声，陪奴加油！多谢，加油！台湾加油！台语负责爱成功，台语学进爱成功。感谢！我迄天嘛是带我迄天我送囡仔去学校了后，就到现场所以伫咧外口看到地方伊内底的情形实在是非常的欢乐啦嘛是讲，咱即摆即个台语的即个工课咧，咱应该要做，也是爱继续做，爱先做机会是留互准备好的人希望大家做伙拍拼，多谢大家，多谢陪奴。多谢，我说。
是毋是来邀请咱的李静慧这个处长来甲咱讲几句话？文化部吼，李静慧处长，因为咱咱今日有诶主办单位，搁有领导处长向荣老师，咱教育部诶林处长，搁咱一个培育真辛苦诶培育委员，搁咱在座，无是讲遮尔寒诶天气，咱诶内底有遮尔款诶热情安尼温暖，先首先甲大家表示敬意，表示一个感觉讲咱台语复振诶力量应该是抑搁有真有希望。大拄培育委员为讲起着伊学习诶一个经验因为伊比我阁较少年啦，所以伊等于讲伊较大学诶时阵着有即个体会讲，台语诶重要是家己母语诶重要性。毋过对我来讲，我就是小学以后入学了后，就是开始学华语。我会记我台语，我到大学诶时阵，我幼原拢完全无感觉，甚至有一天，我转去甲阮妈妈讲，我诶同学讲听我讲华语诶时阵，完全无感觉，我是台湾人。意思就是讲，我有一个较标准诶口音啦我转去是真欢喜，真凉，甲我妈妈讲，但阮同学拢讲我听袂出我是台湾人。我妈妈甲我认一个讲，安那？你互人看袂出你是台湾人，安尼是外口哟。我想讲，安尼若无甲我肯定，我安尼自细汉伫学校老师一直爱叫阮讲较所谓有一个标准诶华语诶时阵，我讲啊遮好，我同学拢甲我学了，为虾米妈妈无要甲我肯定？我迄阵啊一直本来是我足怨叹诶讲，我感觉我做啥物代志拢无够好，我妈妈拢无爱。直到后来出来外口食头路，渐渐，尤其是去助理按部上班了后，我就意识到讲，原来我较早诶想法，我感觉我台语袂晓讲台语以外，我华语讲了好，这件代志根本就是一个颠倒版诶，毋认捌家己诶土地，毋认捌家己到底是啥物款诶文化是啥物款诶人，即有产生诶一个无正确诶观念，所以后来。我渐渐伫个工课顶中当然真感谢是后来我有一个机会去宜兰食头路，伫宜兰迄个环境，就较侪人咧讲台语，我渐渐甲大家开始学习，慢慢对台语个诱导转来。当然嘛有一个老师笑我讲，我后来讲我即马台语讲了袂歹啊，伊甲我笑讲，你拢讲囡仔台语，因为6岁以前学诶台语所以我真侪名词啥我讲起来拢是你拢讲囡仔台语，我讲好啦，无你来教我安怎讲大人诶台语所以我即马感觉向阳老师伊诶台语实在互我逐摆听讲用台语讲话尔变演讲，讲话我感觉足钦佩足羡慕诶，足新鲜诶，希望讲家己有一天诶台语嘛当讲甲像向阳老师安尼这是讲一个分享讲。其实，伫我这个咱差不多40岁以上到60岁，这个阶段拢是这个无正确的、无真残忍的语言政策下所训练来的。咱要安怎？咱这代要安怎去对这个情况会当改变？安怎一代有一个较好的环境？要安怎透过政策互因会当来学习台语，毋是干那台语课的台语尔。会当对一规个生活上，拢会当来使用台语，这个部分我是嘛真盼望大家会当来协助文化部、协助政府，会当来做甲较好。因为尤其讲我看到咱即摆有咧提起讲，咱中央有需要一个台语的单独的负责的单位我本来讲一开始的时阵，听这个政策，我会感觉讲，我一直甲阮文化部讲说。咱较拍拼做，咱较拍拼做诶，做好做了好人可能就咱民间诶团体就无会一直话讲爱有台语诶服务委员会，因为咧增加一个单位其实是足困难诶代志。所以我本来甲阮同事咱来讲，咱较拍拼做会做较好。毋过即摆立法委员尤其今年开即个语法会议语言发展会议了后，我有一个深深一个感觉，文化部说台语说了愈拍拼诶时阵即摆说小可有一个成绩出来，
啊，等做客委，无欢喜的是客委会，无欢喜的是咱客家团体，是原住民团体。我是感觉足袂当理解讲为虾米安尼。我是惊做了袂赴吼，啊，互咱台语团体吼，伊就足失望诶，所以我打拼做。啊，做了了后，我反正我一直互客家团体啊，一直骂，吼，我所以。我即个，我后来亲感觉，我甲阮同事讲，我感觉吼，台语还阁是有一个家己负责个通组织来做，才有法度。啊，这是头个中央爱有一个组织，啊，搁煞来地方吼，绝对爱有。啊，甲各位报告，这是敢若讲问啊，因为阮伫个人客语、原住民语拢有因客语家庭、原住民语家庭。咱台语家庭，甲即嘛，因为有即个国家发展方案了后，阮才有迄个经费，有法度即嘛要来推动台语家庭。结果台语家庭即个政策，阮拟定好势，经费嘛拢传好啊，啊，请县市政府，因为咱台语家庭全国拢有啊，所以一定爱县市政府来协助，安怎定期安怎包括发一个奖励金啊，佮发迄个台语咧大礼包吼，一个阮传的礼包，结果。22个县市吼，答应要甲阮合作诶，无到一半，无一半呢。阮摕钱、摕经费内底佫教讲你会使请人，安尼要交县市长拜托因帮做咱台语家庭诶代志。一半以上诶县市直接甲阮害怕，无要参加。啊，同事来找我。我讲我爱做，好啦，咱另外咱就找民间，顺中华县政府因来做。我较早咱有周市的办事长关怀宗教基金会伫个中华，咱中华啊是讲中华附近的县市，拜托伊来处理。啊，台南、啊高雄、啊倒位新北，虽然台语路协会嘛，互咱拜托着，吼，所以要推动伫个政府来讲，要推动咱台语，就遮尔困难啦，吼。所以今日看到遮侪民间要徛出来，要来呼吁，啊，要来支持，这也是对文化部来讲是来感觉足感动诶。啊，阮后礼拜因吼，要入要团圆，啊，入要审查预算，阮已经审查一届啊，啊，一摆反正真袂顺啦吼，啊，我都过啊，啊，毋过台语诶部分还袂审查着，后礼拜因为讲毋着太歹势，12月30，吼，下礼拜拜日诶时阵。安尼审查着，啊嘛有足侪委员放声讲，伊绝对无爱有台语过，吼，对啊，吼啊，所以以前啊，我有甲伊落委员拜托我讲，伊落咱语言这方面、台语这方面的技术吼，请大家爱来帮忙。所以我这样就嘛讲呼吁，咱毋是敲电话去抗议啦，咱准若有机会会当敲电话，咱尤其区域立委吼。他就讲，啊，就拜托你爱支持台语哦，吼，咱来讲台语的人，但是还佫真济，拜托逐个委员来支持咱台语的医生，咱医疗国家语言方面的医生，安尼咱才有迄个气力，会当讲，甲大家斗阵来拍拼，吼，啊，都阵啊经费嘛无，啊人嘛无，吼，讲实在，咱的推出的工作会真困难，吼，所以才甲大家感谢嘛，大家拜托。啊，咱希望台语的福建的工作会当伫个大家的合作之下，咱真是台语福建袂放垮，吼！多谢各位，多谢。多谢咱的处长啦吼，无对啦吼，这个工作吼交互文化部真正是辛苦，咱甲文化部拍拍一个，好感谢，吼！啊，但是大家嘛知影讲，就是无毋对，咱爱需要有搁较侪经费，爱有适当的经费，甲适当的人。来拍拼做这件代志，嘛拢送互文化部，遐一个科才10个人啊，无够10个人，啊来，爱搁爱做台语，爱搁客语，爱搁爱原住民，这是规个组织，规个这个结构会毋对，吼，所以讲咱要来改变这个代志，咱希望咱有台语福建委员会来讲好，好，所以来邀请咱教育部，吼，咱的牛学前，咱的。署长吼来甲咱讲几句话。咱就欢迎吼陈委员文化部李署长吼，咱这个大家各位贵宾吼，咱今日有足侪专家合作，咱各位咱关心咱台湾台语吼朋友，大家午早，大家好。大家拢知影咱
台湾啊是一个多元的国家吼，啊语言呢本身就代表咱身份的认同，甲咱文化的传承的真重要的基础。吼，咱虽然教育部啦吼，过去伫咧学校教育内底，像足认真拍拼咧推，比如咧编教材，吼培育老师，吼都办台语的认证考试，吼都办语言的竞赛活动，吼，但是是面对咱咧推动咱台湾台语是面对诚济困难吼，因为咱拢知影讲，这语言呢，同重要的爱有迄个环境，吼我我家己做例啦吼，我是中华囡仔，但是我伫细汉的时阵，就是足细汉的时阵就叫阿公阿嬷带来台北吼，所以我读册时就拢伫台北。所以头头看到咱的同学吼，伊顶落去是讲请说请讲台语对无吼？咱底下我甲陈委员共款，我偏较年纪较大个5年级的吼，我就嘛有经历迄个时期吼，就是讲。迄个校是讲，像当初叫请说国语吼，咱就讲华语，请说国语。你也无讲，你就是去罚钱，我就叫人听。吼，伫咧厝，因为咱会晓像我今日虽然台语是讲了无好吼，因为我一细汉就伫咧台北读册嘛吼。但是伫咧厝，因为会晓讲是安怎，因为阮阿公阿嬷拢甲我讲台语，伊就袂晓讲国语。吼，所以我是细汉来甲咱厝顶同学讲囡仔台语啦吼，就讲细汉的时阵就是。对阿公阿妈安尼讲，大汉开始，咱伫学校拢是咧讲，咱讲即摆华语，拢是安尼啊。所以，迄个环境足重要，就是讲，你会晓讲，袂晓讲是咱迄个环境，吼。所以教育部伫咧学校教育内底，阮拢去重视去推动讲，会当学校开搁较济款台语的课程，吼，特别有搁较济的老师会当来教即个台语，吼。另外就是讲，咱希望除了伫咧学校以外，吼，咱行到外口，比如讲咱的图书馆，是比如讲咱教育部有电台，吼，都阮一寡社教馆所顶的吼，拢有迄款一寡台语的导览啦，吼，台湾台语的导览啦，拢有一寡伊迄电视拢有一寡吼，咱讲双语，讲台语甲英语，但咱因为有所谓台湾台语安尼吼，所以希望讲透过这个环境的在无形当中吼，去培养咱的特别是咱较少年即代会当加去练习，会当听着咱这台湾台语吼。今日其实非常欢喜，就是讲有遮尔侪关心台湾台语的朋友吼，大家来到今日即个会议吼。希望今日即个会议吼，一定会当伫咧大家讨论其中呢吼，一定会当吼，对咱未来咱推动咱台湾台语的政策一定会提供足侪吼。真有路用的意见甲帮助吼。最后我伫咧遮尔寒天气吼，是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会议吼。最后祝福咱大家吼身体健康，今日活动一切顺利吼。谢谢。好，多谢咱的刘司长，多谢。好，即摆吼，大家看咱囡仔有分这个手册对无吼？手册内面呢，有一点错误吼，我紧来自首一下吼，因为咱校对无校对成功。吼，咱看咱详细来看咱囡仔背的流程，吼，咱有看到流程无？应该是第几页？第几页咧？流程第5页吼，有即个流程啦吼，咱规个来看一下吼，咱囡仔即个就是早起咧吼，咱会有咱的演讲吼，搁有一个论坛，中咱就食豆对无吼，下晡咧就是分组吼，相信大家拢有知影家己是倒一组嘛对无吼，来去4间教室吼来针对这4个题目吼来做一个讨论吼，大家看到咱的咧手册内面咧吼，迄个食豆迄个所在有无食饭？迄个就写毋对去吼，来遮先自首一下吼，是啥物时阵写即个毋对的字吼，即马已经不可考吼，不可考吼，所以我自首一下若是讲即个手册内面佫有啥物其他的问题吼，麻烦迎大家来甲我讲一下啦吼。好，安尼吼，咱即摆吼是毋是来热烈的掌声吼？咱即摆要来邀请吼，咱的向阳老师吼，要来甲咱讲吼，来安怎来恢复咱台语的这个公营感啦，吼，咱上热烈的掌声欢迎咱的向阳老师。
处长、市长会主委员，多谢。在座各位台语界的先进友志，大家老早，大家好。好。真感谢。拄仔开始看遐小朋友伫遐唱歌跳舞，我内心非常的感动。两位老师因为这算我的孙仔辈啦吼，这对我来讲是孙的辈。看因伫这个台语路，是毋是台语路吼？这个教导之下，会当唱歌跳舞，用台语欢喜来讲出伊的心声，跳出伊的舞名，所以这个感觉非常感动。对咱台湾来讲，我想台语伫台湾是多数的人所使用的，比方讲有若是共同共通的语言。这个语言呢，伫咱目前台湾慢慢在消失，所以这是一个危机。伫这个危机内底呢，咱的主办单位就是台语政策推动联盟来办这次的第一届全国台语民间会议，台语政策论坛，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拄仔处长甲市长有讲，包括会主委员拢有讲，咱的政府伫这个部分，伫这个层面可能做了也无够，所以这个论坛呢所提出来一寡诉求，应该爱互更较侪人了解，更较侪人知影。对我来讲，感觉真光明，就是讲会当伫咱的这个民间会议内底，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就安怎提升台语的公平感，这个议题提出我个人一寡想法，甲各位先进三甲来讨论，这是我首先就得到一个公平感，感谢大家。谢谢。咱大家拢知影，语言这个词，就英文来讲 language， 那就拉丁文来讲，伊的原来意思就是喙字，就是台语的喙字。所以语言本身都是你的喙字，你的喙，你的字，你讲的话，都是你的本分，你的身份。所以咱人总是先有一个语言。才有文字，有文字才有法度来发展出文化。嘛因为语言，咱才会当互相沟通、认识，而且透过书写来产生咱的认同。因为有这个认同，最后才成做 Anderson 所讲的想象共同体。有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所以咱的文化才有法度生存。咱的民族才有法度继续生存所以较严重来讲呢，假使咱的语言消失，咱的民族就无去引用台湾目前北部族有真侪族已经拢伫咱这个所在已经看袂到都是一个真明显的前例。也未完全消失的语言也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讲的濒危语言，濒危语言用台语来讲呢，就是强尾无去的语言。因为强尾无去，所以目前世界已经消失的语言都200多种。台湾的语言内底原住民语言、客语大概阮也是安尼。但是台语嘛无较好台语的情况嘛无较好所以主要的原因呢是安怎一个语言会慢慢强要无去，上重要原因是因为讲这个语言的人拢死去第二个原因呢是会当讲这款话的人，家己放弃家己的语言，家己将家己的语言放到一边去讲别人的语言，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来甲看，咱知影，假使咱家己语言，咱家己无去使用，家己无去运用，最后的结果就是咱的子孙无所寄托，无法度无寄托所在。我会记得2020年，咱台湾的行政院有一个主体的普查，这个主体普查的结果咧，有一个数字出来，大概有66.3%的台湾人讲话交流拢是使用华语，66.3%，使用台语的人几趴咧？31.7%，趴就是 percent， 用日语讲就是 percent， 就是百分比用客语咧1.5%，其他语言无到1%，所以即款情形就会当提出来。目前连台语嘛已经用会无去咯。伫即款的情形之下，咱若要讲安怎来提升台湾话的公允感，咸菜就要先来讨论现主时台语复振面临的问题。咱台语复振面临的问题是啥物呢？第一是正名的问题，第二是政策全面的问题，第三是台语文教育的问题。这三项问题拢是台湾话台语目前面对上大的困难所在。咱先讲台语正名的必要，台语或者是台湾话。自头就是咱台湾人通用的讲法，毋管倒一个族群咯。自日本时代开始，各位若看字典，字典是一个统治国对伊的国民所使用的标准语的开始。你用看到1898年，日本统治台湾第3年，就已经有一本字典，小川上义日台小词典。由台湾总督府来出版，到1904年，还有3房之作，伊写的伊编的日台新词典，一直到1938年，台湾总督府佫出版日台大词典，这个词典全部拢用台湾话是台语这个名词，所以台湾的台语甲台湾话。其实拢是台湾民间甲台湾官方自日本时代用差不多100年的时间的用语。毋过因为国民党来台湾统治了后，用一个国语政策，要求所有台湾人一定要使用华语，不得使用家己的母语。所以这个结果咧，就造成咱目前诚大的问题。到了2022年11月，文化部咧伫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报告内底，建议咱的政府机关应该优先来使用台湾台语，或者是台湾客语、台湾原住民族语言甲手语这物件所以台湾话或者是台语，事实上都是台湾正通用的语言。这个通用的语言呢，伫社会伫社会的层面，在咱的产业的层面，甚至外交也好，政策方面的层面，其实都已经是正正常的代志。毋过到目前为止，咱拢看到讲，了有真侪人来反对或者是讲伫咱的政府机关，还是真侪机关无使用台语，或者是台湾台语这个名词。使用的是闽南语，这就是台湾目前上大的一个问题。台语的正名，会用讲是咱当前正重要的一件代志。咱的看会有法度恢复台湾台语正名，若是政府机构的责任，有若是咱民间共同爱推动的看会。过落来。自政策的层面来甲看，2019年台湾施行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有特别强调政府的权责分工。这个权责分工
分工的哦，讲要确立中央甲地方机关的业务范畴，共同来推动国家语言的传承、复振甲发展的事务。毋过，这5年来，咱看到是原民会原住民的语言有原民会，客语有客委会的推动，台语并无真正的组织的机构。所以目前是放伫文化部内底一个科内底所以人力也好，并无够所以这个致使着咱台语伫中央甲地方拢变做孤字无人来甲听，无人来甲管所以成立中央级的台语复振委员会，咱的年龄所要求、所诉求的。确实是一个真急的代志，爱互台语有一个完整的政策，有充足的预算甲人力来保障使用台语的国民伊的语言的人权，振兴台湾文化。我想这是真紧急、真重要的诉求。第三呢，就是咱台语文教育问题咱大家拢知影。到目前为止，伫教育部的教育政策内底，并无存在着台语文教育这个教育政策甲目标。我来讲当然有较紧张啦但是教育部伫高中以下的学校拢设有本土语文的课程，而且对本土语文师资教材的研发。嘛，拢有鼓励的措施，讲起来是真认真。毋过，若认真来看，咱本土语文到呾还毋是正式的学科，师资甲老师伊的待遇、课本内容甲开课的学分，其实拢无共。甚至台语课本甲目前要用闽南语这三个这个名词所以。讲起来是真凄惨的代志。另外呢，伫教材部分咱嘛了解教育部目前呢有针对着客语闽东语，就是马祖话原住民族的语言，甲台湾手语，拢提供着学习的教材，甲教师的手册，毋过就是无台语所以学生还是讲家庭。你若要上台语课的时阵，伊买的课本就是比客语原住民的还搁较贵，这也是一个问题。其实教育部拢知啦，相信教师这个部分拢了解，但是无法度解决。台语文教育的不足、欠缺，毋是民间的力量有法度解决的代志。咱要求教育部爱较早日将闽南语。改倒转来台语，咱的囡仔摕着的课本，都是爱写台语课本。好，谢谢。而且我有一个看法咱嘛应该全面来提高台语文教育的课程、学分甲师资另外伊个待遇嘛是真重要伫要无法度全面解决的进程。我认为教育部会当随做的代志，目前会当做的代志，就是根据着教育部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实施条例的法律，鼓励甲支持全台语教育的台语学校的举办我有去了解过比如讲实验小学、实验中学。拢会当用台语来开课，问题是教育部爱鼓励的政策甲措施这个方面，真希望教育部会当愈早做愈好。目前另外台语家庭当然目前是放伫文化部，文化部嘛非常认真拍拼。毋过拄处长也有讲着，文化部咧推设这个台语家庭的时阵，各地方政府其实若无台湾心，无
无对台湾人会疼心的、会关心的，阳光拢有选。所以到后壁，伊还是委托民间。啊，这嘛是真奇怪的代志。伊台湾人的土地，多数人使用台湾话，伫伊家己的故乡、家己的土地，无法度推杀。即款政府地方政府，毋是中央政府，即款政府敢有你敢有比较甲支持？所以我认为台语家庭，我哪用我个人的看法，我是认为讲，伊有那是重新教育署应该做的代志。你肯定教育部力量甲伊的影响，地方有教育局，因才有法度去推。所以我伫这个部分看法是，台语家庭应该转由教育部来推动，做比如讲拄仔讲的台语学校、社会大学，台语家庭变成做是咱台湾终身教育的一部分，才会有成果。以上我个人所讲的3点，其实拢是基础。用这3点，应该都是咱要提升台语公民感必要的基础。所以有政策全面的制定甲执行，台语的复振，才有充分的动力甲必要的资源。处理包括政府机关、教育、文化政策落实伫全社会内部的正当性。伫即款的基础面顶，我下来要讲的，就是咱要安怎来提升台语公民感的代志。台语公民感，用白话来讲，就是你用台语是一件正公产的代志。我使用台语讲台语，用台语来写作，用台语来唱歌，用台语来跳舞，拢是正公产的代志。无论是在咱生活内底，比如讲用台语演讲，咱即摆政治文较济，而且拢讲得真好。但是一般的人咧都有困难，所以咱要用台语来讲话、演讲、唱歌、拍电影、搬戏、写诗、写小说、写册，来经营和台语文有关的媒体等等，这拢是生活全面的台语。透过这生活全面的台语，咱嘛有可能一方面是作者，一方面是开拓者，另外一方面咱有可能是读者。咱是支持者咱做听众、做观众做使用者，接近咱台湾台语的文学、台语的歌谣、台语的戏剧、台语的电影甲媒体咱拢有满足、欢喜、顺时、新鲜的感觉，都这叫做公民感。所以要提升这个公民感，要透过3个层面。我甲你浅点提供互大家做参考。第一，就是要伫日常的生活随时来使用台语，而且拍拼去影响到其他有接触会晓讲台语的人。咱对袂晓讲的人，当然袂晓讲要求人一定爱讲啥，但是呢，知影是对方会晓讲台语，咱要尽量用台语来讲话，互台语变成做世界拢会听到的语言若是有可能进一步，咱就要联合社会各界有影响力的人来推动台语复振的工作比如伫生活的城市、乡镇来推动台湾话、台语做通行的语言、通行语。第二，咱就要鼓励运用台语文进行的文学甲艺术的创作语言的维持就依靠着这个文字来书写。咱要提升台语的公民感，就是爱用台语文来唱歌拄有讲着，包括拍电影、搬戏咱拢知影1930年代台湾话文运动1970年代有台语诗的写作，到2000年了后，台语文的创作行列已经有200-300人。这个过程内底，你用看到台湾台语文学已经
作答，歹势吼，时间伫咧讲吼。啊，毋过我举一个例，啊，比如讲吴忠祥的台语文学啊，基范号啊的基行啊，范雅号的基行得到金鼎奖，金鼎奖嘛会使吼，金鼎奖就金鼎奖。另外，即位间刘静官一个老作家，伊写的《罗西北河下坡》得到台北国际书展的大奖。啊，这成就拢会当互咱了解，用咱家己的语言，用咱家己的语言来写咱家己的话，来写咱家己的故事，是真重要的代志。啊，最后，多谢。啊，最后，啊，呢个最后啦。啊，最后咱就要支持各种媒体使用台语文来进行传播。一个语文无传播无性命，无生态就袂正经。所以一定要有正经生态传播，咱的语文才有可能真正传承。咱来鼓励遐个出台语册，出台语片，唱台语歌的出版社各种媒体而且若有一寡媒体也无使用着台语文，咱爱写批来鼓励，用来敲电来鼓励我。感觉咱目前上严重的，可能大家日常生活无注意。伫1985年代，台湾有32间报纸，其中加1间报纸捌用台语文来做副刊的文字，就是自然部的副刊。问题是，一个月4礼拜4000字，一个月有30万字。伫迄个年代，有这个台语文宣纳。毋过，到今仔日为止，你所看到若是平面的媒体，到底有多几间报纸是用台语文的写作？无，你伫香港看到广东话，伫台湾看袂到台湾话，这就是咱的问题。总是各位有志，咱台湾文学甲咱已经进入100年，100冬的过程内底。台语文也是伫涂骹伫白毋过有希望，有愿望台语路袂歹行，咱大家认真拍拼，开拓台湾的出头天。多谢。多谢向老师开始咱时间无够，安尼咱邀请咱向老师上台搁有咱的贵宾咱的处长咱的贵宾搁陪如咱来台顶一下因为即摆有华师、面师、甲台语台咧，甲咱翕相咱来看一下口号来留咧一下互大家全国的人民拢知影讲咱的决心伫倒位来大家请上台。搁有镜电视嘛有来是毋是搁有咱的刘淑君议员嘛伫咧台顶吴淑君议员安尼咱全场嘛大家斗阵来参与一下好无？爱看较大声咧徛较头前的，大家徛较头前的，徛较头前的安尼才翕会水安尼会使袂？即个角度会使袂？会使好，徛较头前的来。我徛下骹就好，来徛较头前咧，来向前，台语向前，安尼安尼我画台语我较紧正常拄来练习过来台湾国家正常化，台语福祉袂当拖，手举出来台湾国家正常化，台语福祉袂当拖，台湾国家正常化。福祉袂当拖，台湾国家正常化，台语福祉袂当拖。我要要求台语福祉委员会，台语福祉委员会，台语福祉委员会，台语福祉委员会。感谢大家安尼会使袂？感谢。安尼咱即摆要休困一下咱拄则讲着足侪，咱其实咱大家已经有共识对无？咱要爱的物件，其实咱拢有共识为什么咱讨袂着？就是因为政策的关系，搁有规个咱的政府对台语的即个政策，伊规个即个方向，可能就是毋对的，咱要慢慢甲调好正所以咱小等休困咱10点。
有一个足重要的论坛吼，咱邀请到咱的台师大吼的台文系的柯慧茹教授要来甲咱讲，到底咱台湾的这个台语政策行到哪，到底是出伫什么问题？吼，咱大家斗阵来了解是一个论坛，大家记哦，10:20